咱拢知影囡仔活泼佮活骨，毋过其实透过台湾体育大学甲中兴大学的调查，发现到台湾的儿童甲青少年这活动量有关是上少，伫个国际标准来讲是完全无及格。有学者认为讲，这是读册压力上大，抑佮爱看手机等等，拢是少年囡仔活动量不足的原因。 真侪囡仔伫运动场咧活动，毋过安尼运动量敢真正有够低？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甲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为2017年到2021年收集全国5到17岁囡仔活动资料，以11个评估指标来分析比对。伫全球儿童健康联盟第2摆发表的台湾儿少身体活动报告书内底，发现台湾囡仔的身体活动量甲国际相比拼，等级是 F， 根本无合格。 在全球57个国家里面，大概有10个国家跟我们一样。那亚洲地区特别严重啊，亚洲地区大概有包含台湾哦，那总共有5个国家。这评比的结果甲顶一摆所发表的结果，等级拢是 F， 显示台湾的囡仔身体活动量抑阁会提升。报告内底也指出，活动量上侪是国小，过来是国中，上少的是高中，甲读册抑阁有升学压力有关系。不管是屈服于学校的压力，或者是其他的学业课业的压力等等，那所以就让到了国中，那这身体活动量是大幅度的下降。 学者表示，活动量上少嘛和三 C 用品甲家长观念保守等因素有关系。年岁愈大，整体活动愈多，有家长认为这嘛甲教育的环境有关。如果是户外的话，其实还是假日家长带这样子。受伤了，老师又有问题了啊，家长会找老师啊，老师说自己保护自己，也是说尽量少让他活动。医师表示，活动量上少对心肺的功能有影响，嘛会增加慢性病风险。学者建议囡仔袂当干那伫学校的体育课运动，也就是讲平常时嘛爱加运动，维持运动的惯势嘛真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